这个卫福部食药署的署长吴秀梅坐位超过7年，讲即摆要互换掉了。上主要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以来，这个食安的事件是一件接一件，一直在爆发。外界认为吴秀梅严重失职，6月底就要卸任了。传出讲新任的署长是中国医药大学药学院的院长曾成宏。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嘛进一步证实这个消息，讲尊重卫福部的规划。各位媒体女士先生，大家早安。食药署署长吴秀梅做超过7年，前后做4任卫福部长，是即马做上过食药署长。不过最近逢叫当去食假期，7月7日对道歉。邱泰源部长担任立委的时间，为了再生医疗法，跟吴秀梅署长有很大的意见不同，所以冲突蛮严重的，会换人。对我来讲是意料中之事。外界在咧晓，应该就是因为吴秀梅在任期间经济直透标，亲像最近的所有协会保廉案风波，苏丹红反招粉，大通知有西部跌落，去年美国底表示经济，但过事件药物无会含新冠疫情，逼乌心快胎，高端疫苗经济顶顶处理了不好势，洪定辉严重失职。卫福部有整套的人事新的规划理念，我们尊重，那也希望。新的署长也一样的积极负起这样的责任，那也希望吴署长在未来任何的工作岗位上，也继续为国家提出更多的政策建言。后一位这位新任署长，听讲是这一位学者曾成宏，即马是中国医药大学药学院院长，捌伫咧国外摕到相关科系博士学位，专业领域包括新药开发、基因治疗、分子技术等等，附药学专业的背景。中国医大业贴无加做回应，不过药师工会已经大声证实。我也在电话中跟他祝贺，跟他恭喜。庄署长跟我过去有10几年的互动，他对事情的负责度都是相当的优秀。药监嘛认为，因过食药署长道歉，拢是因为食安的风波。未来署长上大挑战，就要严格监督食安，解决欠药的危机，才当负责掉做好这个会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